今日係2025年11月16號星期日，我而家就喺九龍灣建造業零碳天地。喺我面前呢係一個模型，咁而裡面呢係有好多地方我哋可以睇一睇嘅。咁首先嚟到第一區啦，講建造業零碳天地大樓適應氣候嘅建築形態同埋佈局嘅。咁我哋可以撳一撳燈睇下究竟邊部分係用咗呢個方面嘅啦。喺呢度嚇，着燈嘅地方。咁跟住呢，我哋就會睇到環保地磚表層上嘅二氧化鈦可以幫手除去空氣中嘅污染物。咁我撳燈啦，睇下邊啲。呢啲就係環保地磚有用到嘅地方。跟住呢，就睇下太陽能板系統啦，係多晶硅太陽能板光伏建築一體化。咁我又撳下燈啦，睇下究竟邊啲地方係用咗呢度喺呢方面嘅啦。跟住呢，就係睇下空氣淨化太陽能玻璃天幕，淨化太空中微細懸浮粒子，自潔功能，保持玻璃表面清潔嘅。超過90% 嘅物料係可以循環再用。我哋撳下燈睇下究竟邊部分同呢個係有關嘅。而家就係睇機電組裝合成雨水空調系統，抽取地下箱凝暗渠內的雨水作冷卻介質，喺工地外預先製造同埋測試，比傳統冷氣系統能減少呢個能量嘅呢，就係50%。我哋撳燈睇下啦。睇下組裝合成建築法資源中心，佢係香港首個以組裝合成建築法興建嘅建築物，樓高2層，由10個組件組成嘅。MIC Resources Centre, the first building constructed using modular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MIC in Hong Kong. A 2-story exhibition centre built with 10 modules. 跟住睇下轉廢為能，生物柴油3聯系統，使用由廢棄食油煉製而成嘅生物燃油。Waste to energy, biodiesel trigeneration plant using biofuel produced in Hong Kong from used cooking oil. 草革可滲透的物料，並把水分排走。石龍圍牆含回收建築廢料。高
綠化覆蓋率。都市原森林面積約為2000平方米，佔建造業零碳天地用地面積13%。不同種類的原生灌木為野生動物提供食物同埋庇護。人工濕地地下水流系統與景觀植物結合，透過植物的根部處理洗鹽、廢水、雨水。